说你不太会说，也不太会听，是不是？那先跪下。啊，冇啦。那边很多人都要跪下。唔过个动奇怪哦，伊就那个有唱歌嘛，因为你拍个上放的，啊，见咩佢唱拍的，啊，但是我有一两条有的，当上顿放的。三姑娘那唱啊，心莫开哟，莫唱歌的心上，熬夜打擂台，熬夜用下新一季第3禮拜嘅海鮮比賽哈，哎呀，唐講每一位攏係高數，每一位攏係學生所以啊，歌前2禮拜全部都通過啊哈，流行歌劇組，厲害呢！哎呀，傳統組咪叫我全部都通過，係全部都好厲害啊，所以下禮拜咪希望啊呢所有嘅參賽朋友全部都通過，呀，哎呀，趕快啦！繼續評審欣賞啦。一教學欣賞，起這位欣賞，起4位欣賞，6位欣賞。今日比賽之前，俺就請一位太來賓啦哈。又太來賓了。學姐啊，學長。哈，學長。原來叫我們弟變成學姐嘞啦。看她像學姐的樣子嘞。啊，太格貴說事嘞啦。邱志強來咧，帶來種種音咯。哦，好聽嘅條歌嚟。行已鋪路，行到地多風雨霧，假使會無緣分，用愛相知相愛相思，緣嘅愛，就像風中嘅花蕊，短暫又美麗。掉落隨風去，感情嘅緣分切，注定難相守一生。感情嘅路斷了線，緣多情因空與黑。只有來生不減已變心，只怕來生難再相遇。茫茫人海裡，哪位情到你，用愛參與書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輪迴，不減已變心，千山萬水也會情到你，我參與書中別印。用愛在來生相依，假使有來生不減已變心，只怕來生難再相遇。茫茫人海裡，哪位情到你，用愛參與書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輪迴，不減已變心。千山萬水也會情到你，我在你書中別印，用愛在來生相依。假使有來生，不減已變心。最近在忙什么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最近嘛，最近在就是在目前在筹备自己的台语专辑。哦，对，哦，
哦，你看不起课语哦？不是，我现在一直有在就是说有自己在写词写曲，然后编曲，对，然后做乜嘅唔出台客語，唔得出台語。我的之后的专辑，我希望里面有客語，有客語，对。哦，對，丢错，丢错，啦，安尼就对啦，安尼。啊，有这个嘛笑下狗的啦。哎呀，对，有懂就厉害呢。一直在学习。对，跟着一些朋友学习，给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哈，好是啊，也得鼓励一发啦。鼓励的话，我希望这些学弟学妹们，就是在新一季有一个好的表现。对。好，那如果紧张的话，要怎么克服？紧张的话嘛，其实我还蛮谢制作单位，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，然后邀请我来，因为我是上一季，就是最会忘词。哦，对，这大家都知道。我是说紧张，不是忘词。啊，紧张会忘词啊。对啊。紧张就会忘词啊。对，所以我今天是来示范忘词的。不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随演啦哈，随演。佢打败了比赛哈，成绩唔係特別好啦哈，不是特別好啦哈。但是要必定冠軍較過分啊！有啦，但是佢經驗豐富啦，哈，你看佢啲台上嘅表現就啲。哦，非常的落落大方，有大将之风，而且把歌曲都诠释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完整。谢谢罗哥，让我有台阶可以下。但我相信所有的学弟学妹们看到今日表现，今日我哇，我原来就会按那个比赛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罗哥。安子 C， 什么娘示范哦，好，再见了哟。谢谢，安子 C， 谢谢，拜拜，再见。海鲜挑战赛比赛规则：每一位参赛者唱一首歌曲，分数31分以上就过关。今年下年集团的比赛，分数还没达到31分就强势淘汰。比赛开始之前，向叶老师的讲规则哈。好，规则是安样啦，基本上就是听音准啦、节拍啦，哈，还有唱歌的感情啊。最重要是莫忘词啦，哈啊，你也是海鲜嘛，海鲜就这点一定要注意，要拿自家的本色、的特色那个表现出来，本大家提供，我今日来参加是样板型，我特点是在什么地方？要不要把这个表现出来？好，啊，本大家讲嘛，来参加的人吼，你是有特色，用头先之前那样的，加油 ！TV 参赛朋友，来自宜兰市陈东亮带来丰田不负苦心人。好嘞，看好啦。上次在6强赛前止步，这次在回国挑战，希望可以拼进6强。命运自家来安排，人生是海浪，又高也又大，一世路难挨忍耐，有心不怕风风雨雨台，有心不惊天寒地潮塞。味道将来，味道名山，千辛万苦也爱开。一份努力，一份殊胜，丰田不负苦心人。谢谢。海东亮。大刘哥，海军唔係客家人啊，係係啊，宜蘭人是，好人，好，又講係唱下比賽歌。啊？好。
特别对哦忙出多之前比赛时间就读过去啊。有哦，刚刚真的啊第过，好啊，啊，这样是比的情况用诶，给剃头苗，剃头苗。你还记得吗？海军比较厉害啦。他又会臭屁了，你。没有，他也是很优秀了。是啊是啊，对我常常也在 FB 看到你有常在一些对，一对啊些表演的活动场所啊什么的，对对呀。啊，表演你会唱客家歌吗？有时候会看场合，对，看场合。上次到苗栗就有唱客家歌，对对到苗栗啦，还有桃园，他把我拍那客家文化发通吼，我有看过他，他也是会来个1-2首客家歌。客家庄的时节，佢都要唱到客对对对，家歌。很棒哦。谢谢。你哦，唱论用版显了唐先生的贡品啊，来。叶在轩老师，从栋梁啊，从国家，他因为是客家歌吧，你从他咬字的共鸣位置是有点可惜的，因为你的上先亲讲，你知不？就唔好这样歪这个地方，你客话吼，客家话有的地方很美的地方，就像歪，它比那个台语更好去发音的那个低的共鸣的位置，那你就没有把它发出来。唔好艳明白，唔好谈缘分。你可以上个打一个共鸣亲后，要把它练出来，将来把它套用到唱台语歌的时候，就会更棒。加油！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欢迎大家粉丝哈，来。整栋梁的粉书。还是有基本功。没问题的，哎呀，过关哈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好，这些好来回做消息哈。好来，下来，来自新竹新埔车飞带来客家本色。谈过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第一次进棚录影参加歌唱比赛。那今天我会带来一首我比较拿手的客家歌曲《客家本色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山坡推板，木板顶前。 沙芒大天更上耕田，我疆做出几十年，是蔓延。丝丝推推秋，安安铿锵春假，两山半夜无改变。 充满阴间，风尘世间下感悟，是否心田？正正当当走一个梁山感应，求求人的路出现，永永梦出中年。 千年百年。嘿，哟吼哇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嗨，小美女。哇，我以为我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你的本名叫谢慧茹呢。啊？对呀。啊。干嘛嘞？你不是那个白痴公主吗？那个。啊。 金妹啦，金妹吗？长得像而已啦。她比较漂亮。那你不就得罪了白痴公主？没有，我没有，一样漂亮。中央奖。搞不好她有看我们节目也不一定。他是，对不对？啊，开玩笑啦哈。哦。她本身自己没有去搞自弹自唱，有组一个乐团，对不对？嗯，高中啦，对，上了大学之后，大家比较少玩了。对，然后现在就比较自己兴趣是自弹自唱。有创作歌曲吗？没有完整的，零碎比较零碎的。那么年轻，有没有带了客家本色那条歌？应该也是求稳。
对不对？这位老师是不是？大概求问的出嘟嘟和嘟咚爱吼，可能因为你唔记得你唔记得用版讲客家话，古所讲咬字的部分爱出来哈，谈啊哈清楚。譬如讲用厌，好用你就唱错了，是非不是施肥。是非让我充满阴间。古所讲按艰难的歌曲，就当我本人读到呀，缺点的那位，还就讲你还有机会哈，撒了笔声，一定要注意啊，你的咬字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。唔讲我当喜欢的最开心的时间啊，做来看到天白上天时的线数，做来看到给他提示，唱起出当明显。他是像我们之前我封了一个直通通女孩，对不对？她算是我们这一集暗黑系女生哦。你看哦，给她上其实佢出来唱摇滚，佢迄讲唱下张台，给她抒情歌，尤其一个明星。干脆就叫她白痴公主。哦，很好，做得咯。好，暗黑白痴公主。好叫就好了。因为而家啲鏡頭嚟看，而家唱歌嘅那種態度，我知道佢做得做出。幾個特色，譬如講，他又會自彈自唱，其他幾個特色，好冇？你的聲音真的很好，特別是你的高音，我覺得非常的扎實。第一次上台能夠這樣，我覺得我很期待你會不會表現，加油哦，好冇？好，按這些，來，看分數。Chaffy 的分數。哇！部分是把注意啊，好吗？按这些，吉他好好练哦，好，谢谢，按这些，把零星的捡起来，拜拜。好嘞，来自宜兰市刘 Yuki 带来陈燕。好嘞，唐啊。今年来了唱客家歌比赛，希望大家冇太緊張，請大家戀愛加油。姐好，牛哥吗？小牛，好久没听到人家叫你小牛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哎。对。你是第一次来没？第一次。第100嘛，第100。按慢演介绍来。东梁。演的关系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，有点复杂。伊搞东梁讲客家话，东梁该介绍落也比赛，嘿。有很多外面的活动，又会东梁介绍伊去冲。这一两个是副总监，那你们万一这个一起比赛，然后刚好厮杀到，怎么办？今天第一次，今日第100啊，你通过以后可能会那个出钱的，会跟他 PK 呢。本来东梁讲。什么讲我们的关系这样子？对啊，到时候再有一个 surprise。也还好啦，没关系啦。surprise， 哎呦，在我们节目当中求婚。哇，好浪漫啊！
好，来，今天从人用班呢？来，诗慧老师，佑琪姐姐，你的我第一眼嘅外形来看吼，感觉你很甜，气质很好。啱講人嘅上運動特別咧，就係講滄桑感好重。吼，啱講其實我當喜歡金碧嘅表現啦。吼，跟真嘅當喜歡，因為表現嘅方式咧，感覺係當對歌曲你想要表現嘅感情，吼，唔用到當真。所以講金碧可能較緊張，所以唔啲上演咩嘅人講嘅粵劇裡邊。愛數方數愛標人嘅上線嘅時間，有陣時可能我希望嘅建議係講唔好用詩去標聽到。我們放粵劇的方式，應該講表情的感覺有3種，有詩嘅標法，有詞嘅標法，有樂器嘅標法，就是劇的方法。唔過呢，我知道人嘅數方嘅方式就聽到用詩嘅方式，所以人嘅上線呢就有陣時會走出太西上嘅感覺。一張樂器底背，希望嘅係一種線條。不過你的波形太大的時候，你的滄桑感要表現感情，當好。不過呢，因為你在字與字之間太多的波形，你反而會破壞了規則嘅感覺。好啊，所以我希望講感情嘅部分呢，可能你想要用詩嘅方式，用詞嘅方式，也係用樂器嘅方式來分開來，你自己要做一個調整。好，因為佢其實當好表現，像富貴、名利，有兩種係詞嘛，唔分開來，短短的就好誒。啊，唔過樂器你對表現嘅時間，詩跟呈現，寫作詩，你睇詩跟呈現就團體嚟嘛，而家感情就冇變好。啊，唔過你睇啱詩嘅話，詩跟呈現可能線條又出來，你唱歌嘅線條又出來，彈起來嘅感覺就冇共樣。詩跟呈現。前世今生。前後輩較大聲嘅係人嘅轉音部分冇轉好，可能人嘅部分可能就下一擺係要我唔知啦，係本高管嘅啦，係睇緊係本應該講下一擺係來表現嘅話，可能要注意到轉音嘅部分。好，按住先。按住先，下一擺啦，嚇死人嘅。那按照今日31分就高管啊，係啦，可以拍拍高管嘛來。劉佑琪嘅分數。冇問題，恭喜。OK。啊，希望到時再本來的是不賴事啦啊。OK。好。按住先，好來，做休息哈。按住先。好來，殺下來。來自桃園新屋彭一賢帶來客家真情。好來，彈開啦。你見來見心慢慢下，有冇誰做啊？我看到土孫呢啊，我說你做保姆吧。鋼琴一個人吐一多嘅聲音呢？一個地方4個。一個地方4個。然後又在另外一個地方逐步嘅吐息嘅。可以。唔管行啊行到哪裡。聽說你不太會說，也不太會聽。是不是？那先跪下。那邊很多人都要跪下。大家好，我又來了。我上次唱嘅傳統組不錯成績咯。呢一擺我想要挑戰流行組，希望大家讓我加入。错却一视同仁，就在世上的云云人人都是不爱客气，以爱关心你，望大家同一条心，将爱一切给真情，天不上。
阿峰哥，哎呀，又见面了，很好啊，对呀。海金妹妹，又见面哦，又见面了，见面了哈。今日拢安尼天一白见面。記得，唔好行唔出碰嘛。啊，唔要播傳統做嘅人不走來啊，都嘛咯。一條白衝傳統做嘅啊，叫出來，叫出來。傳統做每本落去啊。係咩？哎呀！一喺香港嚟挑戰一下無窮樣嘅。錯啦，想看亮啥啦，當叫冇來看。看亮啥？啲傳統做咩看得到啊？傳統同阿天長倉無窮樣啊。哦。來上天白試看啦啦。以選秀會時節，好傳統組嘅也有過關。也有過關。係啱過以選擇流行組的。啊！恭喜！看一拜流行嗰個組可以派發獲到前幾名嘅咯，哦。係千亮啦，高成街啦。係啊。先按邊隻架嚟。係啊。都樣辦的唐先生公平嚟。郭老師，我現在咧，咱嚟講啊，就了解吼，因為較通唱歌嘅時節，唔唱歌嘅呢，嘅傳統做嘅口味部分較重，嚇。啊，既然而家來到人流行主流，我建議本現在社會變化就係講，唱歌嘅時節，尤其唱嚟唱感情嘅歌嘅時節吼，唔係假使講唔曉得，唔知個安樣嘅老上蓋。表揚，或者講安樣嘅，都安樣啦，感情表落去吧。唔是我做嚟面對一件事情，就講，一條歌嘅歌詞，假是很像用口文嘅吧，嚇，較上硬嘅吧，其實會安尼。愛等客家人當色情，不分族群，亦是同源。好談話不快談啦，但是也較上硬啊，嚇。按我一種想法來想，假是講係用。念情書本男朋友或者講女朋友談嘅吧，上手人運用念，你聽下嚟嘛？愛等客家人當色情，不分族群也是同源，係咪做同樣？個線條係咪出來？你做情感面對一件事情，愛唱情歌嘅愛用前後尾嗰種很樣嘅上手去唱嘅，唔唱歌唔係唔好彈，唔唱歌也算好彈，但是動詞動硬，假使講美術歌唔做嚟唱嘅吧。但是嗰咪口咪就窮樣啊！源源源源都係父愛可親，以愛關心你。啊！唔唱慢歌嘅，想面定啊，給他建議，嗱，嗰種人都唱講出來、唱出來，係做乜搞噃？好冇？啊，當然嘅聲音啦，人嘅音準啊、拍嘅就全部都冇問題。人都嚟加強嚟最好咧。好，加油，謝謝。傳統做通關嘅，哎呀，加完都之後，哎呀，看本書嚟，憑一hand嘅本書。哎呀，仲咩？即係書入要盡講啊！冇上講，冇上講。當然咧，準藏無窮樣。難為嘅啦，因為向安尼傳統組嘅衝關誒，我哋衝流行組嘅一時沒有辦法置換下來。沒關係，好教師哦。好，沒關係。故意練下原圖，好練好這樣來編。好，冇上講。再過嚟教下你。好啦。反正已經都係傳統組冠軍係咪？流行歌嘅就再嚟教下你。好嘛，歡迎啊！好嘛，是你哈，排謝。Hi，V。來自桃園中立，黃顯發帶來大餅一天陽。來，彈個啦。今日帶來一首大餅一天陽，希望做得有好嘅成績去通過，希望大家。上行會慢慢行，下行唔好緊拼拼。有人講萬事起頭難，一定要堅心慢慢行。做人來行前路，歪路唔好行。成功失敗一般般。擔待就唔是驚，大家認真做，幸福就唔為難。硬將真心來打拼，人生路長，人生路長，
打拼一天涯。哎，金马公你好。哎呀，峰哥，海金妹妹啊，哎，又见面了哈，哎呀哎呀，哦，退休了啊？退休嘞，退休3年嘞。3年嘞，哦。 3年平常时都伫做乜嘅啊？了退休冇事做啊，有下做土孙的啊，冇做去做保姆啊。保姆迄啊啥都这好诶。奶爷啦。那你有考执照吗？有哦有哦。哦有哦。你保姆没事么？有事啦也没做得咯。哦。哎。你做保姆啊？唔要去甲土孙的呀？没有，人影图没做得啦。哦，有一考安尼。保姆证照是做得人影图生人诶。咁近1年土伊都会生人嘞？做得土死诶。最大样死诶。最大。 3年死的，跟两公婆做土八的。哦，一个地方4个。哦，一个地方4个。然后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主妇给土死诶。可以。相当有爱心哦。没事，还有忍耐力。耐力。做唔得发脾气。真的，这个真的。没差。系啊，就像这我看最近咩牙狗的妹啊，讲一只生嘢，啊就应叫嘛，特别咩唔知伊叫乜个啊？我就讲，因为系特别有生嘢歌的哈，细时我讲，遐生嘢叫，佢喺歌唱。系啊，阿妹根本都唔知啊，所以你要看有耐心对不对？对叫嘿，就对，冇就不用等伊叫啊。了解佢叫乜嘅問題啊？哎呀，旁邊看得出來啊。你就按你真可以叫哦。哎，就看得冇啦，恁那麼嗨啦，這樣叫到是本呢，有點心煩的時間，冇人先不用等佢啊。哎，有上時我跟你講，躺後我伊咩心疼哦，伊些心煩哦。沒有，先有嗰種動情啦。哎，那不用得佢叫冇人來參加佢。其實真嘅，就無聊哎，哦。哎，生意比人家行下錢嘅。哎呀，真。哦。來，看總統樣辦下來，唐先公平啊。謝謝。真大爽啊！因為吼，你有安樣嘅，你嘅歌吼，冇程度啦，吼。啊，你根本唱起來家吼，你做保姆吼，你唱家冇唱講到成日咧唱個講法啊。你心肝如此想講，你要來唱歌，爽嘅，喂，慢慢行，安個心態，應該是想講哦，你來問你些方式來想哦，爽嘅，喂，慢慢行，用安講噶，幾條歌感情就冇強浪咧。爽嘅，喂，慢慢行。行唔好緊拼拼，所以還較注意啲，好唔好？好，唱歌家嚇用講法嘅方式，好唔好？好，好，了解，謝謝，好，安子謝，好了，看本書啦。紅臉馬本書。哎呦，嘟哈！哦，好夾仔喎。係，嘟好啊！哎呀，謝謝。喊伊練哈，喊伊轉到佢真係較加油對位。好，安子謝，多謝，哦，可以做消息哈。好嚟，沙來。來自美麗是王維帶來韓歌。哦，韓歌啦。大家好，我是黃威，那這是我第一次參賽。那我是瞞着家人來比賽的，那希望能夠給他們一個驚喜，讓他們能夠開心。韓國好吧，生命的安多沙，韓國樹下，錯了嘅路影下，韓西地也高松高下，唔知個會有幾多年，韓國西路變得愛認出。韓國天橋，青蔥無人照顧，韓西地也高也高住，幾多春夏秋冬，比個
高东啊是啊，比高天梯，比夜暗 Q 到夜咪的奈眼里，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奈位去，含下路物卡最上的转移，比高东啊是啊，都是假假咪。比夜暗烟到夜咪的奈眼里，不管行啊行到哪里，不卡永远在心肚里。不管行啊行到哪里，不卡永远在心肚里。哇，不差，嘿嘿嘿。你好，来甲前面哦，大部分朋友带来全部都较之前那个传统歌曲啦，哈，流行歌曲。比较稳。哎，比较稳嘿。你是不是想要找一首比较新一点的创作，然后挑战哈？是这样子吗？还是你传统的比较不会？其实这是我第一首学的客家歌曲。哦。对，我现在还在。紧张，对不对？但刚唱的真的很有味道，很有味道。谢谢。你目前还是学生吗？没有，我在工作。已经在工作了。哦，听说你家人很反对你来。我没有参加歌唱比赛啊。我是瞒着他们啦，没有反对，只是他说偷偷的，那偷偷的。你那没有反对，你干嘛要瞒着他们？你想说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到时候他们是怎样？我们的忠实观众，对吗？对，有在看。是爸爸还是妈妈？都有。都有哦。对。所以他到时候吃饭了嘞，赶紧帮天使好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今天哪来啊？你会杀哈斗？你会杀哈斗吗？就赶快打电话。对啊。嗨，你比赛有唔同来讲啊？对嘛？有冇刚才天数报名哈？对，这个很不错。那我希望你今会得到好的成绩。对呀，哇，很奇特哦，他佢學嘅鐵條歌嘅韓歌，一般的話，不用學嘅客家歌鐵條歌客家本色。也乜嘅。誰不敢講？誰不敢講？冇什麼天空落水你很難得，你學到新的第一首是這個。好來。給你唱到樣板，先聽先生的公平來。這位老師，這位老師，歹勢，因為我龍思慧老師啲嚴格。你對家上對家表現有一啲咧無共樣嘅想法，我先講我嘅哈。黃威你好，聽說你不太會說，也不太會聽，是不是？那先跪下。我先。那邊很多人都要跪下。沒有啦，你是客家人嗎？我爸爸是，然後我媽媽是講台語的，所以我變成有一點都不太會。我知道。也不是偶爾喊級，五味番薯。五味番薯是外省跟台灣嘛？很危險。就某共用的番薯。好啦，好，重點是沒關係，從現在開始呢，我想。因為我其實一開始的時候，我也不想要讓你過關，因為我會覺得，對，因為我會覺得他必須要回去再好好的練習。但是因為今天有一個陳棟樑在你的前面了，陳棟樑他本來都不會說，他甚至沒有客家的背景，但是他可以做得很好。那我相信你的血液中至少有一半是客家人，我相信你很快就可以上手。為什麼後來讓你過關？是因為我非常喜歡你的音色，很少有一個上台第一次的人讓我覺得你很厲害。就像羅哥說的，你既然挑這麼難的歌，我覺得這首歌這麼的平鋪直敘，但是必須要在很簡單的字句裡面唱出畫面，那是非常難的。連我不要說別人，連我自己唱了這麼多年的歌，我都不見得在唱這樣的歌的時候能夠唱出讓人家第一次聽就有畫面。所以那是你天生與生俱來的音色，我非常的喜歡。然後一直到後面還有一個說服我的就是，
不管行啊行到哪一位，有些人那个那一位，他那个音可能卡在我想要直接就是真音，有些人想要用假音，可是你的声音非常有特色，是真音假音就卡在那里，就刚好是过关的。然后我会觉得你唱得很轻松，你没有刻意要去真音或假音，我觉得那是老天爷给你很好的一个武器。音色上，对，我觉得太棒了。不管行啊行到哪里，不卡永远的心独立。所以我决定扣除你的紧张，然后扣除那些譬如说弄音嘎啦，还有念唔出，念唔出不是念唔出，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咬字的部分，我希望你再调整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记得陈栋梁当初没有进到6强，这是因为他的咬字一直没有办法调过来，但是我相信你调得过来，因为你有比陈栋梁还要好的音色。好不好？那是你的武器哦。我想跟你讲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陈栋梁是他有经验了，他有技术了，他没有技术，我觉得各有胜场。我希望给你再一次的机会，我不知道其他诗慧老师可能给你2分。开玩笑，我第一次看到你们刚刚在争吵，对我刚刚第一次看到诗慧老师不喜欢他，很认真，他不是不喜欢，他很认真的跟我讨论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俩第一次这么严肃在讨论这个声音，可以听听他的想法。你要加油。我个人是蛮喜欢，我个人很喜欢。最后面那一句我刚刚说的嘛，小瑕疵，那个我觉得还，但那很真，那个不是紧张，对，那个是紧张，所以我才说扣掉紧张。我听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第一次能够上台来唱出这样的声音，我觉得是很难得的，在低调舞台当 boy， 在这舞台上面，那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功课，除了咬字之后，我希望把你的客家话找回来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看一下粉丝，好吗？王维的分数。你第一次当坏人呢，诗慧老师啊？没有，你很没良心哎，你害我。这么好的一块土语，你也把它浪费，你要慢慢雕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根本就不舍得，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声音。我为什么还是要给7？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你还有很多的时间，因为我刚刚看了你的自我介绍。我觉得你应该更有勇气跟你家人讲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。因为你 background 如果愿意给你更多的加油声的话，我觉得你下一趟来，我觉得哲伟老师刚刚给你下了一个注解非常好。这个注解你记得，我今天给你7，不是因为我帮你减弱了什么，而是我是让你去得到家人的认同。真的很勇敢的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很好的。然后就像罗哥讲的，你真的是一个璞玉，我会希望能够在这上头你更稳健的爬到上面去，而不要因为1次、2次、3次落败，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哪里失落感的时候，而不继续往前冲，这是我反而担心的事情。所以我会给你7，是我直接告诉你，我希望你回家跟家人好好沟通这件事。OK， 谢谢。跟妈妈、爸爸妈妈说一下，我上电视了。好，妈妈，我上电视了。好，谢谢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好嘞，杀来。来自桃园平镇齐金鹏带来新房。来，谈看啦。今日同欢喜做得来参加了比赛，拢系强下教育团的老公，莫有配得爱来哦。今比也会带来艺术爱之家写的歌曲，希望睇住各位中日。那个心错。有时间风，我带那个不错，也不准备。永远的碰触，本已一困，后水到天光，还无掉伤，无法吐着，爱无情路无奈何，跳跳跃跃。啲日光下電腦老鼠佢化妝，有年來揸，神功不一嘅片。
上，我拄牵窗的美马萨，花开花谢又迎年，抒情风骚，泪涟涟。上一条白的故事，摸着就怕怕跌，无人分给我，我团又来撕裂，连爱连友情义，连多么情梦飞行，千言万语，句句真心。嗨，救命！救命！为什么你跟他你同佢安叔啊？哈，你同佢安叔啊？愛對啊樂團，愛樂團，練團老公鄉下有組一個樂團。哦，這樣啊。我老公係吉他手。哦，你是二本茂樂團嗎？不是啦，沒有準備即將了，即將也要入圍了。不是像二本幫那個喬喬這麼厲害。沒有啦，沒有啊哦，你也好厲害哦。剛剛我們想說要說國語冇堂歌冇堂歌，的國語但是東後堂。下啦。嘿，你這個是啊？係啊。我迄老愛老公結婚，迄張開始這個寫歌曲，嘿。我之前冇接觸過誒。之前哈，偷數的時間有啦，就是自己彈唱這樣子。那結婚過後，張開始有表演那樣。牛哥他很厲害耶，沒有啦，沒有。各種語言都曉得。各種語言。對我自創曲超過沒有啦。來一個法語。下多少？沒有啦，我只是國語、客語、台語跟英語4種語言而已，法語沒有辦法。目前普通各種，普通客語為主。因為你去桂林會呀，我本身是客家人，我很喜歡客語這個語言。對，所以你特別就創作一啲客家歌曲來創作出來。那歌真的東後堂呢，而且很特別，好有味道，就感覺上你創一條歌就好像是為你而做的。有一點，他有一點描述一種哈，就是30幾歲的女孩，然後沒有對象，然後要開始打開心房。我就希望可以鼓勵他們都得勇敢，面對愛情。請一下徐世慧老師的公平啊，好嗎？哎呦，不用想起哦。OK， 好，我們兩個好像有同樣的背景哦，所以哎呀，老公係 keyboard 手，所以平常時我咩樂團嘅主唱，所以即個咩要教樂團，不過其實應該有扮音樂嘅名啊。這幹嘛唔要？是金鵬係咪？金鵬，錯。我爸爸是翻字典取的，這麼難的名字，從小就被念錯。哦，那你叫救命就好了啦。有冇可能用嘅係唔嚟用客話用嘅？唔過我阿公條班係很愛阿鵬。阿鵬，阿鵬，那代表最後一個字可能可以念鵬。好，安尼我確定你一聽到念上來直接講阿鵬好啦。阿鵬，其實亞述嗰位歌詞，我知道有安尼才華，我知道有隻節目冇讓留下來，真係當大上。好，聽伊咧就係講，我唔知樣板型係想，即想，一下安尼客家歌數地步。要樣要哪三年係那種腔型咧，我真係想唔出來。所以講唱法也好，還有安尼上線也好，還有表現歌曲嘅方式也好，啲安尼客語歌數來講，目前我係蠻看到有那種有腔樣。意思係講人嘅特色當明顯，人嘅特色當明顯。對客家歌嘅寫法來講，有七個較特別嘅地方。所以亞述 Slow Rock 有寫到我七個很著名講。我覺得你好像大陸客語歌手啊，有嘞，在唱的時候真有種，就好像你在唱一種很豪放的一種，內地的歌曲，然後表現出另外一種不一樣的客家風，所以要這種
方式下歌嘅方式，我喺台灣同客家歌嚟講，係冇看到安尼，係冇聽過安尼歌曲。所以其實我見比本嘅分數嘅方式就係 pass 添。做埋安尼本係因為應該對我嚟講唔應該係滿分，不過對大家嚟講，我希望係 pass 就好。所以唔好計較我本嘅分數嚇，我只係。那先擁抱一下。女生有什麼好抱的？安慰一下。金比公司咧有歌就好啦，冇要求講我分數會高嘅啦。哦，誒，來看一下分數。池金鵬嘅分數。哇！謝謝老師。厲害！楊樂團都乜個名 Jumi Killer。啊 ，Jumi Killer。Jumi 就叫 Jumi Killer。我們的團就那個名字就是很衝突啦。我們那個有一個 keyboard 手，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人。哦。對。這是老公嗎？老公是吉他手，他很正常。keyboard 手是奇怪的。keyboard 手老師，他就一個什麼樂器都會，然後想的東西就怪怪的。對啊，我自己就很不好意思跟人家講說自己的團名叫 Jumi， 我都很害羞。哎，他有出版品了嗎？沒有，我們就是自己宅錄，因為我們都有就是正職的工作嘛，就是業餘的時間。那數位有發表了嗎？沒有，也沒有發表。哇，趕快發表！希望哎，報今年金曲獎啊，報了就有機會呢。我們就是對啊，有機會，真的有機會，因為真的很有機會。一些老師會嚇一跳，因為評審20幾個人，他會想哦，原來客家還可以做這種東西哦。對啊，想要讓大家聽客家的音樂，好不好？拜託你們把它做成成品，然後發數位就好。我們這邊有一些製作的老師都可以參考。是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。好嘞，回頭休息啊。好嘞，接下來來自新北市劉子佑帶來還會記得我麼？好嘞，彈啦。海藝真情盼永展光輝。咱們有個上一時本來想去慶祝以前嘅黑膠唱片。哦。因為上於嗰種黑膠唱片的溫暖度，所以基本上唔穿一種較傳統嘅歌曲，係非常適合嘅。嗰個動奇怪吼，一就嗰個長胡嘅嘛，有啲拍嗰啲上個綁嘅，啊件咩佢長拍嘅，但是會有一兩條胡嘅，當上盾綁嘅。那條歌有比賽過傳統組嘅，有真好嘅成績。你下想要來挑戰流行組嘅，希望曲能有按好嘅成績出來。我係記得啦，記得啦。
啊。你还记得？咱这个节目唔要主持2-3年的，丁丁。哎，先收费啊，大家拢记得咯。先收费的时间有度过啦。有啊。记心情好。啊，都会拍照啊。因为佢之前来参加嘅传统组的比赛时间，分数拿1点啊，第1名了，季冠军啊，沿途。季冠军。季冠军。哦，啊，沿途获得第多名？冇啊。本嘛个意见搭配。真的啊！本乜嘅意見？講意見啦，假好生嘅啦，嘅6個你現在你啦，乜嘅意見？聽以前都用 PK 嘛。啊，對。你就本一個意見 PK 掉了啦。但是你上拜有嚟參加流行歌曲嘛？啊。是啦，是來一拜，該拜來歌劇都有事情都冇啦。哦，有事情。有事情哦，唔係表演。有歌館啊，有歌館啊。我記得係從人生舞台，有歌館啊，我即個有事情。哦，所以一擺上啊，早嚟富啦嚟啦，吼。是看那是人生吼，存無結舊嘅安尼。哎呦，你哋當佢大細點點你哋上嚟退休咧啊！啊，退休。唔會安尼咧啊！啊，70點點，也係醫學科技研發，他凊彩90歲咩冇問題，對嘛？你下全部吼後生嘅天下幾多，全部安慰上。我唔敢來了。冇。佢還沒來嘅，所以就代表勇氣可嘉。一個節目，現場特別有講嘅，唔係講老人家來比，安尼流行歌曲做一天會俾人淘汰啊，會輸嘅。唔係哦，你唱得好，表現得好，喊你同樣啊，咩做一團後生人變到迷啊。拿前3名嘛冇問題咧，吼。哎呀，真的呢。啊，吃到一難哦，我看你啊後生啊，全部都啊哦，動聽。安尼與時俱進嘛。對嘛？哦，同後生人學習吧。好。對嘛？唔錯。好，安尼今日創作樣板嚟同先生講評。郭麗老師。只有這些你好哈。好。歐老師好。係你好。唐創國嘅生吼，我講唐龍講已經退休嘅吼。啊，也下時間較多嘅嘛。啊，既然係安尼，發出利用時間嚟好好創歌呀，唔創歌當好聽啊。人家上映，唐龍人家上映時，本來上戲一個音樂嘅產品，慶祝以前嘅音樂記錄係乜嘅東西？唱片，有人講唱盤，普通話講黑膠唱片。因為上映有嗰種黑膠唱片嘅溫暖度，所以基本上唔唱一種較傳統嘅歌曲係當非常適合嘅。係老人講，後生人唱新音樂。新音樂有新音樂嘅精彩，老歌有老歌嘅韻味。唔講人家去卡拉 OK， 你去 KTV， 榕樹下安尼一天到晚有人唱，所以人家就來後生人表，唔是講佢後生人冇跟嚟表演，人家就較唔會啦。好，我相信我嘅建議，人家上人既然按樣按好聽，唔再好好把握自己嘅實力，用一條路，用一個實力去來後生人對表。好，我相信唔會有當好成績。今日聽到羅老師安尼講哦。增加愛自信度，係，特別我聽下學生一點點小嘅建議啦，是我自己技不如人。好啦，加油加油！好，這樣子，好，安妮看一下分數哈。劉子怡分數。沈文先生。過關呢？沈文先生，容易呢，謝謝。哦，加油！雖然落，你有信心。好，哎呀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好嘞，回做休息。今日咧就開先 T30。啊 T30啊，新的一批咧。哦，哎呀，放眼看過去啊，有竹條皮啊嘛。有熟嘅，有熟嘅哈。咩有生嘅？犀利啊嘛！啊，希望大家今日都有好嘅成績啦嚇！歡迎來到我哋節目啦嚇，來比賽嚇，感謝。哎呀，好啦，比賽之前先介紹下你評審名單啦。張永平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賴明珍先生、羅英先生。比賽之前呢，今日有請到張永平先生嚟講一下主題規則咯。好，拜託。恭喜大家通過一個選秀會啦，吼！改下演唱嘅時節吼，我記得咯，鐵木江山戲，牛屎愛爭，扮料愛猜，韻腳愛做到來哈。
还有咧重要要記得哈，歌詞我唔記得咯，唔記得都冇救了哈。大家加油！好，歌詞我唔記得，冇跌破，穩咧就一聽歌啦，真係愛保真咧，除非你自己唱唔錯，因為海線先生冇按嚴格。啱講我要彈歌演唱歌嘅哦。啊。我要彈歌演唱歌，在選秀會時間。當好咯，點樣因為來多日嘅喏？喺唔好嘅後就出隻。唔可以比來呀，好似。참스冇比來。小時真係你都係你樣捧嘅程度都厲害啦。厲害咧嚇！來，有唱 TV 參賽朋友。來自南投埔里祈求曲帶來太普跳。來，彈下。我好感3個應援人呢，禮拜係第一擺上天使比賽，希望有以後嘅成績。榕树花開呀，滿山歌。桐花樹下山歌呀，山歌呀。歌聲美麗啊，好經濟哦，知心花種啊，心開朗，心開朗。秋秋子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又見面呢？又見面哦。又見面啊，從來唔是見過吧？總在看到你嘅節目。哦，喺電視機前面看啊。總在看你嘅節目。第一擺看到係本人樣板啊。當演導。當將才，將才。大家好未？咩好啊？哦，一幅相啊。冇浪費良辰。冇，係啊係啊。生日嘅事唔多嘅，全部飲票嚟食嚟啦。係啦。好，今日創作樣板嘅唐先生嚟講評，好嘛？誒，有請蔡永興跟高總。其實之以唱歌先有本錢，唔看所有唱嘅安尼愛過歌嘅人，全部都一天有安尼分量，張唱嘅方式。因為唱高中就高中，伊都講哦，從本錢，我講到福氣。今日其實是唱呀，太普跳一條歌佢唱哦，相當嘅好。第一個聲也好，嗰個每一隻詩吼，佢都要去考究到，按樣板來做一個韻腳，咬詩留韻腳，佢都處理了真好。但是假使講愛貼起來來講，有啲位部分吼，可以喺班人有機會個唱歌嘅時節，愛去注意嘅吼，可比慢山講，但是人家嘅山吼，唔唱到山。榕樹花開呀，滿山歌。對佢每日也演唱係非常傾聽。好，感謝。好啊，我照睇。個人分數一號，可以嚇，好。係祈求曲嘅分數。TV 就不然不差咧，啊，大家恭喜哈，現在畢業當中，好，撒下來。
来自南投国乡由秀曲带来3个字。来，谈好了。我今天是第一次上闹热打擂台，我到这边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进步空间，也希望老师能够多多的跟我指导。嗨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哎。美女你好，哦又见面呢。係啊係啊係啊，哦，兩個都曲啊，係啊係啊。係啊。呢太曲。太曲。西曲。太曲西曲。個相像呀，客家人有多少人？差唔多。你點啊？好像差不多75%有。差不多是。差不多。也係拉嘅強啊。也俾個相像。我是客家媳婦。哦，客家心橋啦。客家心橋。哎呦。既來自國相向啊。唔曉講。給片的水質啦。貼片香啊！一片的水质貼片香。哎，這個叫 freestyle， 你知道嗎？哦。你會 freestyle 嗎？你 free。來，按先嚟聽下先生的講。請下先生。小曲啊，唱歌嘅哈，注意唔過唔記得人家原圖嚇，原圖嚇注意唱歌嘅。強土原土要注意哈，還有你拿麥克風要記得，好，你聽話講啊，可能怎麼拿，按你聲你發出來聲就要細，按你就要強鬆，好，安尼再一隻拳頭拿嘛，發聲就好發聲哈，還有傾一句9分2散嘅時候，感覺多少用散，轉到冇講動順。9分。同胞愛樹葉嘅時候，希望乜嘅着，嚇，因為人講潤氣非常重要啊，要買你強土、弱土，要買去拿捏，你又非常好去運用嚇。搖筒咩搖筒三聲，啊，啲記者是啊，希望你還有溫情嘅專業咩冇乜嘅適當，專業好好練，下回能夠拿到更加好嘅成績咯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看分數。有小曲嘅分數。係一位客家先叫帶來分數以後啊，哈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哈，安這些，哈，現在為大家炒哈。
freestyle。哟，今本日我来到客家电视台嘅闹热大擂台，心情非常歡喜哦。撒下來，來自桃園平鎮啊，哈哈，用慢走帶來羅三個呀。今本日我孫陪我來同我加油，希望我有好嘅成績表現，加油！人生在世，三味线太高了。爱来呀，好顺眼山坳分明，总有波浪，我饮了一天呐，就出头天呐。慢走阿姨。哇，珍珠鸟，珍珠变态了，哎呦！哇哇呀，带一多钱？这有重量哦，来称花是哦。哇，也全家直播的嘛？哦，哈，嘿咩？你两个翕照买嘅啦。哦，要買我咪當記得啦，係啊，誒，跌低來，誒。哇，头脑膜真的很僵哦呀！好漂亮哦，好炫目哦。哇，拍條網誒，拍條講誒，一道色佢先嚟拍嘅啊。嗯，14我就幫佢拍嘅。就幫佢拍嘅吼。都從來冇飲過。其實人生有飲啦。啊，我講真咧，我拍到按均勻吼。冇一改呢。有啲我拍啊，要有嗰啲解到都廢啊！你見到咧好動拍啊！而且呀，你拍好有加一些金色一種金屬色的感覺。係啊，唔該嘅當奇怪哦，啊一條嘅長胡嘅嘛，有啲拍嘅都上個綁嘅，啊件咩叫長拍嘅，啊但係會有一兩條胡嘅，當上同綁嘅。筍嘅要片嚟啊！係啊，點嚟？對啊。啊，給這個哈。嗨，主持人好。阿媽唱山歌，你很支持嗎？很支持啊，在家聽都覺得很好聽，100分。在這裡聽呢？哦，更讚。在家裡聽100分，在這裡。101分啊，看用了，就會這個孫嘅親支持啦，啊，這個阿媽真的多陪陪阿媽，好，對啊，阿有喊住脾氣來唱歌誒，係啊，佢心情要當歡喜啊，啊，這些，好，謝謝，好，
啊，你创到样板的唐先生的贡品。有请来人曾先生。这边满洲句哈，你创个罗山歌啊，日生啊哈，广东讲食材量啦哈。但是呢，我感觉到有一啲啲咧，也个跳啊又较高一些些咧。啊，假使讲一下扮演的话吼，可能你就话较演员啊。嗰入面呢，所以呢都高严家下，面腔高严家下，有一啲啲咧，嘛喏，氣無順，實邊都有啲咧，接唔到氣嘅嗰種啊，停下來揸倉，停下來揸倉啊。所以講呢，氣啊，一條練必順來，練必順來嘅話呢，嗬，從老實講，其實人家創嘅真是咧，人家寫乜嘢田嘅話都行雲流水樣嘅啦，我一定要注意啊，因為以後還有當到機會啊，嚇，你行到創嘅話，你應該要注意啊，嚇，好，安謝謝。是門老師。好，以後還有當到機會嘅乜嘅意思啊？嚇？啊，好啦。上可能是有歌咁樣嚟講。係啊係啊。係。係啊。用問這位粉絲。有南極的愛的長山歌哪有？這條歌哦，當有感觸，因為對方有歌詞都描寫嚟用嘅。民工哪有風流自哦？阿不就很得意？阿不就很棒棒。長山歌呐，你多拜安節目，你三拜，根本有痴心嘛，冇馬痴心，冇馬痴心啊，你三拜啊，哇，拜台咧，拜台。用問這位粉絲。哦，嚇嘅嚇，上個我想以後係叫咗本期專業設計家了嘅啊。冇別講，真嘅呢，睇到卡充100分呢，有一個充33分。有過關呢。謝謝什麼兩位帥哥美女，帥哥美女哈，珍珠項鏈要帶回來了哈，好，謝謝，恭喜啊，專業畢業當初啊，謝謝，好，殺下來。來自台中董事鄭兆憲帶來梟雄暴跳。好嚟，新生講愛參加比賽，至少要練200遍以上，我當日練習。希望今年有好成績。上台擔當。
小明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哈，好谢谢董事长啊，哈，你好，好，耶稣各位有练200遍吗？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啊，对啊，冇练200遍，太敢装了。哎呦，真的啊，慢言规定讲要冲200遍，200遍以上啊，先生讲啊，先生讲啊，先生讲200遍先生讲，用字啊，用阿溜，先生有讲过要冲200遍啊。200遍以上以上啊，怎么较俗啊？前後都500遍啊。哦，嗰種念勁用嘅啦，一念500遍。佢衝啊多用版啊，先生嚟講片啊，伊老師，謝謝。站台講吼，睇得出來你運動要練200遍以上，吼，所以呢，從以來，也係一號啦，行雲流水，不過呢，就係可能愛上緊張，吼，所以你係認準，了了有點下危險，吼，譬如講應該第一堂吼，第二節3分鐘，吼，韓國台下健身技下動，吼。係你一件呢，認準了了要走睇咯。台下健身技下動。所以運動吼練習嘅速度啦，咁個時候咧就會控制自家嘅心情，吼冇本心情來影響你本來運動愛要嘅基礎愛嘅認準要求。好，除咗咧，我除到其他嘅練習要拉咧，就係心情變輕鬆來，運動衝出嘅感情，讓佢表達出來，我相信應該表現會很下好。是嗎？新夢先生，好，就開下本書啦嚇。鄭兆憲呢本書。是你啊？我要緊啊，喺度31分。紅歌啦，啊冇多31分文章，差多1分，冇要緊啊，冇要緊。下次樣嚟好冇？哦，以後再看看啦。好，我要派選手樣一下。哦，你冇啦啦。你個人600遍冇，你個1000遍。係啊，要多練幾遍。是你啊，歹勢咧。唔會啦，唔會。哦，我乖嘅就先生啊。咩啊？你講啊？好，再練較多遍對喂。好嘛？啊，分享摘過來的節目。好，是夢兒哈。謝謝。安子謝，是你，歹勢。再約到我跑。好啦，殺下來。嚟自新竹市功能機帶來美濃跳。哦，來聽下啦。大家好，我第一擺來比賽，我希望唔好緊張，能過關。雙劍帶路扮家錯，樹南七條愛的長山高哪有？人人講愛有風流子哦，兩代頭愛的夢。變了一的陌上一來喲，戀愛戀愛有情沒有，戀到莫情來的夢為情來喲。謝謝
裁判老师，谢谢乐队老师，两位指指引的好。哎呀，好，凤哥好。哎呦，妈妈很爱凤哥啊。哎，这妹妹一见面咯。阿吉叔你好，嘿，阿吉叔你好。哎呦，我按你讲出来啦，哎，太细哦，太假拢毕业啦。有笑嘛？按闹有笑嘛？笑嘛？哎呦，俺妹这毕业太嘞。咁我要拉啊，默嘅嗬，對冇？嘿，默嘅拉。雞 ，no 哎呀。哦，你阿弟啊？哦，所以我做唔到做壞事，我一傳片。做壞事，做乜嘅壞事？哦，我加本人啊，人家要介意冇？引導冇？引導。有嘛？有，請引導。對，我去比賽時間哦，透過種強眼中學嘅哈，我做看到見呢，你的底細準備挖出來了。發了那麼久啊！哎，要下歌，要按眉窗上按盤，按引導，落地那邊演，叫做3-2。哎，對呀。按星座嘛，係咪？按星座。哦，佢可能困難叫嘅啊。啊，假新年呢？按用無相講，我介意安尼想辦法看乜人介紹，按飲嚟做西農咯。嚇。但是我條件懂多。沒嘛。我一聽，說不定人家女兒也對不對？哦。唔是啊，按引導哎。開玩笑啦，開玩笑。哦，創一條歌，我特別後生嘅時間，我聽到一條歌，哦，當有感觸。有呢。因為對方有歌詞都描寫係樣嘅。有嘛個有描寫嘅。人講哎呦，風流子哦，面帶頭髮一朵莫奈何奈喲。阿伯，阿伯就很得意。阿伯就很棒棒。阿伯就要來聽講評。來講評啦。你唱蔡文平先生。龔先生創一條美濃調吼，創來真強爽啦吼，本大家聽到吼，你感覺真好。啊，你創到講當順吼，當好聽。當然因為你也假使係當做一個民謠來創嘅時間吼。還是會要去注意到佢個歌詞嘅咬絲。歌詞嚟講，你要當到中嘅歌詞都做得唱入美濃調嘛，知冇？喺按呢情形嘅時候，就必須要去注意到個詩嘅強調。假使喺某個時間，你唱到彈到就會拗強。乜個東西呢？像風流字，你係講風流字冇？係啊。係。但是你唱下去會變風流子。人講哎呦，風流子哦。假使下一擺有機會要個唱一條跳嘅時間，你就必須要去注意幾隻嘅詩，比如大鼓可以大鼓個有些有問題，冇聲音嘅聲，你如果要唱到冇聲音，了解下意思啦吼。假使係要當作民謠來唱嘅時間，你就必須要去注意啊歌詞嘅問題。假使講呢一條歌嘅，就係一隻歌詞聽，佢就一聽佢寫歌嘅人做出上好嘅歌詞嘅問題。好，做完呢，基本人唱嘅係非常傾聽，當好聽。安子生，好嚟昆陽嘅傾聽法嗬。講零嘅分數。係咪見面？嚟，唔確定。下一禮拜有好來啊？第二拜有啊。有啊。冇30分啊。冇，我喺度改了，35分咁過關了。誰來35分哦？係啊，誰冇30分？你改人家亂改嘅。容易啦，啊，下次見面啦。下次見面，啊，當做哈，騙唔到佢嘅。伊攏準備好安尼嘅看好安尼嘅規則樣來嘅，對冇？滿清楚嘅。好，下嚟。來自新竹竹北錄音筒帶來羅山歌。等我啦。還有大獎來咧，我以此在唱羅山歌，希望順利過關，大家攏愛加油。
上家唔得，俺家从高了。 청산高高唱来，換咪對眼，咪條，唱來呀，半個波啦。 哎呦，海军啊！糖啊，一茶去帮多。唔好生牛奶糖嘛，哎。哦，啊，真好呢。係牛奶糖啊，牛奶糖，牛奶糖。呢啲當當然佢人命嘅玩笑哈。係咪？用麥克風。當邊唱冇係牛奶糖，唱冇係牛奶糖哦。乍看之下，哎呦，牛奶糖啊！來到拜啊，節目。 你3拜，3拜啊！係啊，3拜嘢，係啊，有對冇嘅印象有冇？冇印象嘅，3拜都冇歌啊！哦，冇歌就冇印象，冇歌都冇。可以先做邊打睇啊？係啊，可以先是3拜可以先做打係啦。哎呦，家今年嘛可以先呢？係啊，聽看2拜嘅歌嘛。根本有痴心冇？有嘛？冇話痴心。冇話痴心啊！都3拜啊！ 哇，快睇咧，快睇！快睇咧，現在談公平咧。本人都冇知識嚟嘅，用埋，先談下公平咧。小夏先生，有笑容有點快睇咧，詭異哦。啊哦，你阿堂哥，你一定會笑哦。因為3拜俾佢打起，根本唔掂俾佢打起冇，啱唔啲啦嚇。唔過我感覺有準備啊，先講有準備啊。 其實你嘅音質真好。呀，我3拜運氣唔好啊，3拜都變講。音質好，運氣唔好。唔係運氣唔好，因為你感覺你氣唱歌，你做得到安尼咧，樂吹先生、小強先生記得講，我講隻韻嚟唱比較好，因為你見歌人唔是做人。上家唔得。 你唱歌係咩啊？比韻味唔係比上手。你上手講當歌，我表演嘛，我走音嘛。你看歌你唱的是真可惜，真大爽。所以本身建議，下回係有啲機會再唱歌嘅時候，我希望你氣唔好唱暗歌。 好，你注意你嘅音準，好嘛？加油！謝謝。好，啊，來，面對現實啦，哈，來看一下分數哈，看有辦法播出嘛，哈。錄音堂嘅分數，思想的怒港。你是排場咁樣啊？3、4場。唱一下，同個立秋啊，先能變啊。用起了土奶子。 愛豬，我要接埋。兩機咩？兩機就好啊。竹溜了風啊！嗰種係要好上來啊。係啊，唔清好聽。唱嘅較好上。當然勞動係係唱嘅費玉清啊，嘅雨天嘅啲嘢啊，張帝。freestyle，嘿嘿嘿。
的分数。31分迄高管啊，拄好係咪？拄好高管啊！哎呀！好睇！咩程度你有準備？喂，高管，有高管啊？高管呢？誒，高管啊！高管啊！有啦，有高管啦！哦，謝謝。你終於成功了呢！提失敗啊！提失敗，嘿。有高管，他會有機會也加入做唔得按照嘅嘛。哦，記得啊，冇做到啦，好嘛？安子生哈，安子生哈，還要擺隻料哈，好嘞。有準備啊！有準備，我變國體就走。來殺嚟！來自新竹新豐天秀營帶來8月15。大家好，我2年前是來過，今日又再過來變過，希望今日有好成績，加油哦！两位主持人好，哎呀，有冇看到你啊？哦，我對佢較巴結到嘅啊。哦，長嘅當多呢。長嘅腸子。腸子。長當多啊。婚喪喜慶的場子。有到3哦。哦，拍床，記得講拍床。拍床。嗯，你是排場咁樣誒？喪事場。從幾安尼嚇，兔子狗。有。衝一下，同個立秋啊，是能變啊！不敢，謝謝。一定記住吼，像我哋觀眾朋友上堂。用起了土奶子啊！奶子，唔要接埋。兩支就好啊！要見面一百都好嚟唱，好嘛？來先嚟談一下先生講來，認真先生。天秀營是創喺8月15號。其實我發覺應該唔當要經驗上錯啦，但是今日當緊張咧，日生可以表現出來嘛咯，就做得有啲啲有冇？夾下去佢嗰種會戰鬥，上會準啊，其實一首歌應該個人看法啦，就講你唱強快法，並沒一條節奏強呢。我發覺當然唱8月15一條歌嘅時間啦，節奏不用當夾，係嘛？tempo不用當夾啊，變到你按你做你強鬆，其實唔係強快，一比強快可以從口氣中間去改變啊。本人彈啊，唔係講一聽講要按夾按你法，所以你夾落去變到人氣溫溫唔襯你嘛。所以快要強下去啊，一強散下去啊，人生就有一啲啲做你啦。思想起怒家，喜歡哪喲哪喲。所以呢，也點那個具體啦，會不會錄下安唱？加油哈！希望先生，會不會錄下安唱？佢可能佢個特色性較大啦。
哦，因为佢送佢來比歌啊。啊，毋過伊送拜後就係關鍵的時間有冇？係啊。佢懵死懵迄死啊，規個第四名嘛，係冇？佢伊規個第四名，所以佢也擺上個再邊，那有可能會輸誒。聽講伊規吼叫動導人呢，哦，用錢肚子面一條都卡衝呢，愛就甜冰嘿。哎呀！希望入拜來後捲土重來，我要得到大門好成績，好冇？好，係，好，希望聽小妍嘅分數。10分先生5分哦，目前請過分咧，嚇，恭喜你，加油，好，後半當場嘅路哦，好，加油，加油嚇，專業當場，殺去，來自南投市羅春美帶來平板。也係我第一擺上節目，希望認識更多嘅好朋友，也希望有好嘅表現。李思仲你好，你好，还有三个主持人你好，哎呀，这罗李思好，谁呀记你好，你好，有麦克風，哪個叫有麥克到？風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的，你好喲，嗰種係要好上來啊，係啊，唔清好糖，上嘅較好食，真係啊，咁我該上一路啊，嚇，上嘅一路啊，頭擺愛上嘅啲因為已經出道很久了。又要講這句了。當然然後同係唱嘅費玉清啊，嘅雨天嘅毕業啊，張帝，張帝我80歲了。各位朋友，我來告訴你，現在我們要去哪裡？原來我們在客家電視台呀，主持這個鬧了大擂台 ，freestyle， 嘿嘿嘿。他主持就嘴巴癢，一定要唱幾句。沒關係啊，這個平台唱得很好聽，對我們大家喜歡。沒有，歡迎你，歡迎你，理事長啊，理事長哈。剛卸任了。剛卸任。對。哦，之前嘿哈。嘿，6月剛卸任。哦，喺哪大理事長？南投市。南投市誒，客家協會嘅理事長。係啦。啊，你以後唔知慢慢地帶到人協會嘅嚇鄉親朋友，踢下來啊比賽，反正一笪舞台研究嘅，好冇？係啊，還要看有歌冇？有歌，有當中有先來談公平咯，嗬。英英老師。好，因為攏是帶來倆書評版哈，我感覺我覺得啦哈，因為你唱嘅係還偏向密上嘅唱法，比較偏向美聲唱法，好，所以你嘅咧
夯润啊，聊的东西呢，其实还是走在走的哦，哈。不管你是用美声唱法，还是用我们所谓的传统唱腔，哈，我想你的咬字跟你的这个韵味，应当还是可以表现得出来。比如说你的第一个字，府西海，哈，你改重快，府西海，然后走的。好，你係你改重翻，不過你改提這是第一個字的感覺就沒有很漂亮，好，所以進來的時候那個字是不清楚的。係講用傳統改重翻，府西海，其實是一樣的。好，所以它不会因为你用哪一种发声的位置来影响到咬字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。再来第二个呢，就是你的那个字的那个收的那个音啊，可能要再斟酌一下。比如说第二句六琴，好六，它就到了，你不会再加一个乌的这个虚字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你可以再斟酌看看，好，我觉得会比较顺畅，你就不会觉得你的气要撑在那边，然后等着唱下一个字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最后一个第四句哈，八面尾逢，八是入声字，好，所以八这个字你不要唱成八，好，那个可能也是跟你的发声位置有关系哈，所以你可能会比较偏高。好，那这个可能可以再调整一下，那我想会表现得更好。当然就是不要紧张，谢谢。好，哦，美声的唱法啊，只会上到胸肉难。你把它唱。落水天，落水天。你很夸张哎。你看你嗰張看到嘛嘅強多樣嘅，嚇多樣嘅。嚇多呀！哦，看不錯。來看分數，看分數。攞全面嘅分數。恭喜李司長，李司長。係啊。咁按你吼，你要那個吼帶領一些會員來唱下來，好嗎？那你這個加油。上，上，冇上。唔係，一定講帶領來，啊，要計唱下邊啊，有壓力啦。韓語句啊，韓語句，你介紹到嘅多朋友來比賽啦，好嘛？哦，係啊。啊，你做得。好，你做得。做得。啊，子姐，什麼你好？在邊度好哈？謝謝。好啦，相信電視機前面嘅朋友，係咪動作上我就報名嘅，繼續報哈。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。係，等下得到報名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視觀以外呢，係咪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子生。什麼先生？謝謝。什麼長先生？謝謝安子生。什麼小？謝謝老師們，還要謝謝所有的工作同仁們啊，辛苦了。好同時大家唔記得咯，下禮拜空一時間嘅時間呢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空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